歡迎到靈感調頻，我係 Mia。呢一集我想同你傾下一個最近我私底下收到超多信息嘅主題——立秋。距離2026年立秋剩唔到2個禮拜啦，8月7號一到，你有冇覺得空氣裏有種講唔出嘅躁動呢？好似好多嘢喺度醞釀，喺度等待一個轉折點樣。我呢幾日都發現身邊好多朋友都話瞓唔好，夢特別多。我自己都係半夜會突然間醒嚟，思緒好清晰，好似有咩嘢喺身體裏邊悄悄移位，就係非常之典型嘅磁場重組前兆。今日呢一集，我想帶你一齊嚟理解立秋過後嘅能量磁場重組。呢個唔單止係天氣轉涼啫，立秋喺24節氣裏邊係陽氣開始收斂，陰氣慢慢增長嘅交界點，本身就係一個能量摺疊嘅開關。而且2026年係丙午年，立秋後我哋會進入丙申月，天干2個丙火在上，地支卻從午火轉成申金。你可以想象成本來一整片熊熊大火突然被鏟進嚟，一塊金屬嗰個能量場會先衝撞，然後重組嘅火同金碰埋一齊，聽起上嚟就係即係種戰鬥感好強嘅畫面，係嘛？呢個能量反映喺我哋嘅生活裏邊，就會係一種強制轉折嘅推力。如果你之前一路卡喺某種僵局裏邊，立秋過後好可能突然被一股力量推住走，可能係一個工作機會突然出現，可能係你突然必須搬家，或者某啲懸而未決嘅關係，終於到咗必須做出決定嘅時刻。呢啲都係磁場重組喺現實中嘅顯化。我想同你講嘅係，如果呢段時間你都感受到嗰隻睇唔見嘅手正在推動你，請唔好抗拒嗰個被推動。個感覺本身就係轉折嘅一部分。咁喺咁樣嘅磁場重組底下，邊啲朋友感受會最明顯呢？首先，今年本來就係火年，立秋後辛金進場，八字裏喜金或忌火嘅人會最先有感。喜金嘅朋友，你可能會突然出現貴人，卡住嘅資金開始流動，心會浮現一種終於輪到我啦嘅感覺。但如果本身八字火太旺又忌火，就要特別注意。呢段時間容易心浮氣躁，口舌是非比較多，甚至係影響到你嘅決策品質。另外，我哋亦都可以從生肖嚟稍為感受下呢股能量嘅流向。2026丙午年，生肖屬鼠嘅朋友，因為子午衝嘅關係，成年本來就喺一個動盪嘅線上，但係立秋後申金一出現，子申半合水，反而係亂中有序，好有機會將先前嘅混亂收束成一個全新嘅開始。屬馬嘅朋友，值太歲又遇到抽金，呢段時間特別容易疲倦，真係要記得俾自己留白，唔好硬撐。同埋屬兔嘅朋友，辛卯暗合，立秋後容易遇到一啲台面下嘅機會，或者某啲秘密被揭露，記得特別留意身邊嘅信息整理。好啦，講咗咁多能量嘅變化，我諗你可能亦都會好奇，咁如果我想將呢個磁場重組變成運勢轉折嘅助力，可以點做呢？我想分享3個好實用嘅方法，陪你一齊接住呢股能量。第一個，做一次徹底嘅空間磁場清理。喺立秋前一日或者當日，把將屋企度正西方、西北方呢2個角落清乾淨，唔好堆放雜物。正西係對卦，代表抽金，口舌與決斷；西北係乾卦，代表貴人、長官跟整體局勢。呢2個方位通咗，你嚟緊嘅轉折會順好多。呢個係一種好溫柔嘅同空間對話嘅方式。第二個，書寫能量意圖。立秋後3日裏，揾一張紙寫下一句話：喺秋天結束前，我希望重組出嘅新局面。呢個唔係許願咯，呢個係一種定義。因為磁場重組就好似一團正喺度凝結嘅星雲，你俾佢一個清楚結構，佢就會慢慢往嗰個形狀去長。寫好之後，你可以將佢壓咗床頭啊，或者係隨身擺喺包包裏邊啊。第3個，可能最簡單，卻亦都最容易被忽略，有意識咁減少火元素嘅刺激。呢段時間少食辛辣，少熬夜，避免冇意義嘅爭論，因為外在磁場已經係火金交戰啦。如果你嘅身體同內在環境再添火，就容易發炎、失眠，甚至做出衝動嘅財務決定。反而可以多攝取一啲白色、黑色嘅食物，好似水梨、銀耳、黑豆水，幫助身體嘅氣同外在磁場一齊平靜咁收斂落嚟。呢3個方法分別從空間、意念、身體3個層次一齊將你嘅能量穩住。最後，我想邀請你用一個新嘅視角嚟看待呢段時間。
立秋過後嘅呢個磁場重組，好似係秋天嘅一陣風，佢可能會將牌台整個掀翻啦，但係佢同時都將你真正需要嘅嗰張牌直接送到你面前。唔好驚嗰啲突然嘅結束、斷裂或者開始，因為呢啲都係磁場喺對齊你下一階段嘅生命版本。請記得一句說話：心安靜略，運勢嘅轉折就會係向上翻轉，而唔係翻車。溫暖鋼琴與言樂緩緩推進嚟。我係 Mia， 多謝你收聽呢一集嘅靈感調頻。8月7號立秋當日，唔好忘咗做空間清理，寫低你嘅能量意圖，同埋替自己燉一碗木耳蓮子湯。我哋一齊順應呢一波重組，俾運勢漂亮轉折。下次見。